警政署统计，每2位时代失踪的事件内面，就一个是因为失智症。另外，有4成警察认为记录失智症患者资料的爱心手链，对警察倒找这个失踪患者是真有帮助的。不过，时代也惊讲挂这手链会受人歧视，因就无爱挂。失智症协会今有推出一种新的联络卡，提供无同款的选择。洗过身结伫牌仔的红色锁匙圈仔，抽出内底卡片有主人的基本资料等等。这是台湾失智症协会新推出的紧急联络卡，会使互行唔知路失智症时代得到帮助。有40%的这个同仁认为这个佩戴爱心手链有帮助，接近三成认为这个带 GPS 定位的辅具有帮助。两个有点互补 ，GPS 是主动你可以主动去发现它这个是被动。当人家发现或是他讲不清楚的时候，我可以知道。根据警政署的统计，台湾去年时代失踪事件大概有4500件，其中有2145件跟失智症有关系。大概每2位失踪的时代，就有1位是失智症。我们在整个失智人口里面的3/4是轻度跟极轻度。而轻度跟极轻度呢，行动能力基本上都很好，行动能力很好，加上他认知功能的一个障碍，方向感不清楚，其实就很容易会走丢。爱心手链就是很多长辈就觉得它很难看，或者是觉得说它好像给他贴了标签，亲切一点的紧急联络卡。协会表示，紧急联络卡伫设计时无任何失智症的标签，除了提醒患者使用意愿，一般民众嘛会使伫顶悬记录家己的医疗状况，当作一般医疗资讯卡来使用。记者郭本陈派文台北报道。